打个嗨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金子。哎呦，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今年又是一大箱字节给我们寄来的年货礼盒，我们开箱看看今年有些什么东西。来，拿出来。这个包装是没得说，这个盒子蛮好看的，可以收纳的，放衣服啊，什么都行。我大概已经猜到了是什么东西，大概里面就是春联啊，一些红包，前途似锦，好像去年的我还没用掉呢。看看这里，我来撕吧，拿过来。来，看看这什么东西啊？领个，哦，蛮重的，怂的，一个小小的福娃。耶，好可爱啊！希望每一位朋友都满满福气。看这是什么？是不是小夜灯啊？这个颜色，这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暖手宝。好，放着，这个之后就能用了。来，再看看这个大的什么？这个应该送东西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来，还是自己。哦，那个啥个漏水板了，整对了，侪是泡得上用上的。还可以扣起来。剩下就2个东西了，一个是红包，春联。这次你看这个红包，哎呦，560，漂亮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小辈要给。再看一下这个春联，我看到3个字步步高。这就先不打开了，等到时候贴的那天再打开了。开箱结束。最后再跟大家说2句，其实最近一阶段压力也蛮大的，开放之后没有意想当中的演出增多，反而是大家都不敢搞演出了，因为年纪大的不敢出去。就像我外婆80多岁，从开放到现在还没有出过家门，所以我们只能在家里带货。我看到有很多粉丝留言了，说小刘你现在一直发带货的视频，也不出去演出了。那这里我特地解释一下，实在是现在没有演出。当然专业是肯定不能丢的，我们平时在家里面也是会经常练习，包括我也会继续更新我外婆、我舅舅唱评弹的视频来分享给大家。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在兔年越来越好，前途似锦。